觀眾唔係傻閪嚟噶，你講乜撚嘢讓我綁？你同我本身就唔撚啱綁噶啦！一睇我肥騰騰就知我冇操拳啦，仲讓我？我讓錯又真，屌你老味！第二呢個唔係職業賽，對於我嚟講呢就係一場 show。屌你老母，你開心到撲街啦！你扮乜撚嘢啫？首先我非常之榮幸可以俾到香港拳壇史上最貴嘅罰款11.7萬。大家見到可能係巨額罰款，但係我見到係關注到流量同價值。首先一個拳賽，如果拳手冇巨額嘅收入，係冇可能俾巨額罰款嘅。有幾多香港拳手打成世拳 ，total 都收唔到12萬現金。我當年打職業加埋收嘅錢，現金都唔過20萬。香港拳手至今嘅90%都賣緊飛嘅，冇現金收嘅。賣到幾多飛呢？就幾多飛錢嘅提成。所以各位唔好再問拳手攞飛啦，知唔知啊？支持下佢哋。咁點解呢次比賽會超磅呢？咁首先我真係冇乜點操拳啦。第二呢個唔係職業賽，對於我嚟講呢就係一場 show。有人話四海你完全冇尊重過對手啊！你睇我咁嘅身形就知我完全冇尊重過佢啦，係嘛？呢條撚樣得了便宜仲賣乖，仲周街話乜撚嘢唔公平。其實我依家呢個狀態對你嚟講已經係最撚安全噶啦。定係你覺得你打贏呢個狀態，又或者係呢個狀態嘅我啊？冇操拳嘅四海，仲要唔到磅，咗10零萬呢袋，屌你老母，你開心到撲街啦！你扮乜撚嘢啫？我喺度頂硬上，唔驚死。今日一個澳門人係唔怕死嘅。我想講咧，我哋澳門人咧係唔怕死嘅。觀眾唔係傻閪嚟噶，你講乜撚嘢讓我綁？你同我本身就唔撚啱綁噶啦！一睇我肥騰騰就知我冇操拳啦，仲讓我？我讓錯又真，屌你老味！澳門人一定唔打香港人，但係非洲人就一定打香港人，仲要係安哥拉黑鬼。安哥拉係喺地球邊度？咁就請你將我前面嘅標題再讀一次，係非洲阿寶貝。喺澳門糜爛公司旗下嘅藝人個個都係大有來頭，有逼人落仔嘅落仔法，有走第一嘅鹹豆霍，有低俗扮藝術嘅阿豪，有就算喪禮都要着瑜伽褲嘅 iPad 小林，有猛鬼雙姊妹，當然最後唔少得好鍾意帶隊一齊喊嘅光頭仔。但係今集重點係非洲黑鬼同四海之間嘅事。表面上非洲黑鬼贏比賽，但係水分十分高，明顯對手放水，亦即係四海可能為節目效果，又或者上面有指示要佢輸。睇返四海過往戰績，2016年4月參加崑崙決75公斤世界冠軍8強資格賽，2018年3月喺崑崙決70賽事中第2回合 TKO 播球弟子薩米，獲77公斤級中泰超級戰勝利。2018年9月同偶像燒殺狂對戰，雖經歷3連敗之後調整風格，仍以點數告負。2018年10月參加崑崙決78賽事，75千克世界冠軍賽1/4決賽，呢一啲成績有目共睹。然而輸嘅因素只能解釋四海根本唔想大蝦細，又或者上面有指示要求。睇返年紀，四海出生95年，目前30歲，正係峰值時期；而非洲黑鬼係87年，目前38歲，正處於選手衰退期，多數40歲需要強制退役。只有少數頂尖拳手透過科學訓練，能夠將運動生涯延長到40歲甚至40歲以上。對於非洲黑鬼點解贏，只能夠話係四海無心應戰或者故意放水。有網友更爆料，此次比賽係一場 show。如果仲係覺得非洲黑鬼打贏，就證明呢啲人唔係壞就係蠢。壞嘅係賠率一面倒，有道投注。有啲咩理由非洲黑鬼1賠9，而四海就1賠1？如果你有啲智慧，都知道有古怪。呢一次比賽其顯示出澳門同香港技術差距，請唔好搞錯，係香港技術比澳門高太多。非洲黑鬼更加話自己係人才。如果係人才，點解唔去參加國際比賽？不要忘記佢係運動員，一個糜爛嘅花拳繡腿演員，用咩去同職業拳手比？更顯出四海專業。網友爆料指外圍賺到笑。叫一聲又何妨？一個專業選手最後都係為錢而活。佢之前比賽嘅成績已經足夠名氣，再贏一個街邊對手實在冇必要，倒不如開倒車放水製造下場故事嘅。其手段十分高超，
無論係舉辦單位或者幕後團隊都安排到好好，但下注四海嘅就可憐啦，被莊家無情收割。中貿再辦拳賽無敵杯2025，並於賽前一日舉辦過磅儀式及記者會。會後中貿接受訪問表示，非洲黑鬼同埋四海早於2年幾前就已經表示要對打，觀眾亦都期已久，聽日就知答案。中貿呢次真係好難，但係四海有個優勢就係佢超咗磅，而非洲黑鬼就照打差唔多10磅。四海同非洲黑鬼超磅每0.1公斤3000蚊，所以都要賠翻11.7萬，即係未打 BJ 已經賺咗11.7萬，可以咁理解。佢透露咧就為咗今次拳賽咧，就連同投資者咧共投資咗7位數中間啦，咁又會賺翻幾多啊？佢點答？大家要支持我哋每次賺錢都同對手一齊分成啊！我覺得要一齊贏啊！如果搞拳賽唔揾錢，咁冇人會搞。呢個所有嘢都係揾錢。我哋係推動緊個行業生意，一定要商業化，拳擊手先可以揾食。佢表示今次有唔少贊助商，亦都能夠製造出一齊贏嘅結果。佢都透露會將回報再放到下個拳賽中，以求永續經營。今年搞咗4場都幾，希望出年1到2場。如果真係有好話題，人物可能搞多場。到底中貿拳賽可以賺幾多？佢透露7位頂啦，但係大家支持嘅話，希望都8位數啦。